提啊，还是不提啊，我讲那个事情呢。我录在9个、2个、5个爬。那很多青年，那么那老呢，那票跑出来男女个，那就说，不干的啊，我面前那么面多呢，啊，胡巴有呢，那么你说我搞呢，那么上班呢，那么那么新年没？我还有那么不得，当年拍个那年里呢，搞到全我来讲那新年嘛。然后老爷的把个拉那个阿苗哈来加苗嘞，然后他个技术他是那地带这边他个装了家，看到知道个眼望这个事，那么面不跑，第每天我感觉哦，我呢，他米看啊，本州啊，他在带他们个老米看好，越南米看好，拉布米看。妈咪好，有干那就他在的，他们也我感觉新加坡来教，要怕，对吧？